因为当了16年，老实讲，这个工作真的是蛮痛苦。那我想说，未来这2、3年，看能不能说不要那么的痛苦。只要公司不愿意，那我也不勉强。纵使没有球队，我也会辞掉。到业余也可以当奖评也不错啦。这样，那时候就决定说反正公司原来的球队也卖掉了，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挑战一下也好。是跟我们黄光明教练一起来合影。77号，我们邀请就是跟许光明教练一起来。红一走，快红走。黄总，可以看到我们领队贵士也将红总的球衣亲手递给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一次邀请我们的领队赛程领队，让现场媒体可以继续补。在那里待了16年嘛，所以我在离开的时候，我还是决定了以后，我就是第一时间就是跟公司表达这个想法，那也跟刘领队讲了这件事。我也不要讲说，我都不讲时间到了我再走的话，让他们措手不及，这样对老球团也不好。当初会转的话，就是其实也蛮简单的啦，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我们球季结束的时候，我就有跟球团谈过2、3次的。我说以前当然就是大家有个互信在嘛，所以我从来不会去跟公司谈什么约什么复数年什么薪水，我从来没谈过。但是球季结束的时候，我也有跟球团谈过，说因为当了16年，老实讲，这个工作真的是蛮痛苦。那我想说，未来这2、3年，看能不能说不要那么的痛苦。就是以我的成绩的话，要个复数年应该不是很超过的事情。我也跟他很笃定的讲说，只要公司不愿意，那我也不勉强。纵使没有球队，我也会辞掉。到业余也可以当奖评也不错啦。这样，我那时候就有跟他强调了2、3次。那后来他们跟我谈约的时候是那时候1年1年签嘛。那时候就决定说反正公司原来的球队也卖掉了，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挑战一下也好。就是想说富邦刚好也在找我，那愿意给3年合约，那就这么简单，就是为了我往后3年不要那么多的烦恼，就转队了。那顺便也跟自己一个目标，挑战自己一下。我们教练团也常常在开玩笑说，我一离开拉米狗的教练团的薪水，所以今年的调整都抵过他们前面10年的薪资调整。这个也是好事啊，这个也是好事啊。所以我想我不动，大家都动不了。我那时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我这样一动，现在教练团整个提升，我乐观其成这样。